只是请咱安静，静候上帝的话。宣调，众百姓啊，恁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因为耶和华至权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这是请敬拜团为咱来带领赞美。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们先坐着来敬拜，我们可以用唱诗来敬拜，也可以用祷告来敬拜。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敬拜，再次的来宣告，我们因着神得着新的生命。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过，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
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在希伯来书第11章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在腓立比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对神说，我愿意踏出神要我们迈向的那一步，甚至愿意经过风浪和低谷来经历神的信实与大能。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再次的来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持续的站立。咱只是三甲来用使徒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捌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
恁若三定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文古圣诗的启用文第一篇。咱三甲来启用。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武万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无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搁一摆三甲组织伫你的面前，阮放下一切的重担甲跨路，掠主最欢喜，领受你的供应，恳求主你的灵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每一个人得到帮赞。阮要搁一摆认阮的罪，求主接纳阮忧伤痛悔的心，使阮有勇气、气力，互阮甲你也甲阮的厝边，甲阮的兄弟关系得到更新甲恢复。阮感谢主耶稣基督。伊赎罪的功劳，借着伊的保护，互阮脱离撒旦的关系，得到救恩甲自由。阮需要定息，也要专心信靠，求主帮赞。搁一摆用你的话更新阮的心思意念，更新阮的所行。阮为着教会做的事工。愿主你圣手，甲阮坚固，阮的智慧活动，所有的硬体、软体的更新，拢献互你，愿你来使用，互你来得到荣光。阮也为着阮所想到侪的兄弟，有身躯病痛的，恳求伊伫的神，甲因同在。恢复因的健康，有人心内忧闷，求主光照伊的心，引带因行平安的路。有人经济也是工作有重担，求主带领，透放因的重担，也互因重新得到气力。有拄着试炼甲挑战的，也会当有聪明智慧通得胜。阮继续为着即块土地，恳求主伫政治、经济甲社会掌权，引带各行各业、各阶层的领导者，授予因有智慧甲疼土地的心，来服务甲管理。伫国内各种复杂的意见、声音，甲困难的国际局势，照主你的心意。来管理即块土地。今早起，阮所要领受的，搁一摆恳求主为阮备办。你有祝福带张了诚侪你真理的出口，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互阮晓悟，重新得到气力。感谢主，这是阮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只是请圣乐队为咱来赞美，我的心你着欢喜出声。你着欢喜出声，我要。
感谢圣花对因美会赞美。这是咱来恭守上帝为咱这今日圣经节伫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6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6节，由我来读。信就是所毋望的实在，甲未看去的事的标准。因为伫即个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对信，咱知遮个世界是对上帝话来做成，安尼所看去的，毋是对未看去的来成。对信，阿伯献祭互上帝，比该稳较好。对安尼得到干净，伊是义，就是上帝看伊的礼物来做干净。佮对即个信，伊死了，又要得讲话。对信，伊落受牵煞，直到无见着死，人找伊袂着，因为上帝牵煞伊，是未牵煞的大生有得到干净。以互上帝欢喜，实使无信，就袂会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以上，这是请带着了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信心甲灰心。你们今日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跟隔壁的一样，我敬你，祝福他们用你的心平安，祝他平安，在的日子都有上帝跟他们同在。信心跟灰心这一季从7月到9月，7月到尾，7月我们都用新眼光读经，但那个经节，我们从那里面经节里面，从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经的，我们会找一段经节出来做我们这礼拜的一个讲题。因为我们刚开始这个礼拜希伯来书。再来就是历代志、历代记都上关加下关，历代志上下之后，最后2节我们用耶利米书。当年他们讲，神的话在特别的这几个刚得这一季的讲道，特别要用我们所查经出来讲，因为当你们查到历代志，你查历代记都上关加下关，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无聊哦。讲都是人名，讲都是家谱，谁的后裔谁怎么样，谁打谁，谁打谁讲。可是我觉得这些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呢？其实历代志告诉我们很多是政治的意涵。那么希伯来书，等一下可能直播会跟我们特别讲。我们在罗马书，那特别讲。因信称义是我们改革中最大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诚心的相信，我们得以当称作义哈，不是我们就是义人了，而是得以渐渐我们会成为义人。我们心中会充满的高兴，就像今天我看到怡婷来，我说：“哎呦，怡婷好久不见了哦！”她是很远很过来，好像住在板桥是吧？还是哪里？问，可看到她来，心里上觉得有他坐着，等一下，如果我比较漂亮，帮我照一下相，你可以。但不管如何，这个信里面告诉我们，你虽然相信，但是我又加一个题目，你也可能灰心了。我们说你越灰心越祷告，可是基督徒会不会灰心？我们会灰心，为什么？上帝啊，我会这么的付出，为什么我还遭受这些东西？什么叫做信？来，我们先把这个经文你念过再念过，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再来一次，信。什么意思？再一次哦，来，我们再来一次，来，信。其实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翻译都很美。但是有一个我不否认，有一个缺点是，有时候真的是不太清楚它里面在讲什么。反而台语的罗马字讲得更清楚，实在是对所有的事有把握啦。
对未看见的事为当肯定。安尼有清楚无？可能抑阁无啥清楚吼，不要紧。圣奥古斯丁讲一句话的时阵，互人搁较会当搁较称慎来讲这事信啊啦。咱伫6月30日顶个月伫好撒玛利亚人，每罗书来甲问永远话永生，在问他永生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要怎么生？什么叫做永生？你要怎么啊？”然后他又很骄傲的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啊，耶稣又讲一个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就说：“啊，那谁是你的邻舍？”他说：“那里面人的人。”耶稣讲一句话：“你就去做吧，就会得到永生。你就去做吧，你就去行吧。”所以圣奥古斯丁讲说，信仰是相信我们所未看见的。你们相信耶稣吗？你们相信？看见吗？没有啦。我相信在座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见耶稣。有没有受耶稣感动？绝对会有。但是有没有看见耶稣？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救赎，那个才是可贵的。所以这个信仰的回报是什么？看见我们所相信的。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特别讲过，在我的家的见证，我的爸爸，上帝有多留他55年。我的身上我也看见上帝多留我几年，我不知道几年哈。但是我们所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相信上帝会给我们的。所以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要跟我们讲，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罪罚。各位还有没有印象？罪罚的人类的第一件的谋杀案是该隐杀死他的弟弟亚伯，改问台西阿别，为什么？当然出于嫉妒。可是相对的，里面在强调一件事情：亚伯跟该隐有没有看到上帝？没有。他的爸爸亚当夏娃有没有看到上帝？有。可是亚伯该隐是没有，因为被赶出来了嘛，跟上帝隔绝啊。以前我在开玩笑，那个上帝跟亚伯夏娃都还会举办家庭礼拜，到下午的时候还会我们来举办家庭礼拜，那被赶出来跟上帝隔绝啊。可是亚伯就是深信那个诚信，一下相信呢，他相信上帝会爱他，上帝给他祝福，所以他在献祭的时候，将那最美好的头生的上好的、上贵的、上好、上没有瑕疵、上好的米啊，完全的献上。要我们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拜拜都去买地猪公有没有？就买很多的那个生礼、三鲜鲜类，然后拜完之后还有一个就会分。我当院长还是当那个首长的时候，经常他们7月15号、7月15号拢爱拜拜啊，都是首长主持啊，我都唔捌来主持，拢叫天地员去，还是叫迄个，包括我伫监察院嘛唔捌来参加，拢知。但是食了，因为监察或者法院都会买很多的东西，都会开始分。而且我们委员都每个都分一块，然后他们很自然到我的房间就跳过，那至少说我不吃，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在训练里面都可以吃了，但是你们不给我，我也不反对了，也好，因为如果让人家跌倒的话，你就不吃嘛。所以相对的，亚伯因为信，因为诚信，所以他将最好的礼物献上。圣经后面讲一段什么话？却因了这个信，人就说话，一个人讲话啦，一个人跟人讲，那有足大的相信啦。然后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只是说跟上帝同行300年以诺，活到365岁，其中300当中甲上帝杀到行，因为伊完全的相信上帝，无条件相信上帝，完全甲上帝做伙行。一个人甲上帝差不多一世人一辈子大部分的日子都跟上帝同行，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诺有没有经过死亡？没有，上帝直接把他接走。这是一个什么？这个非常美丽的信。所以我们讲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信，也在告诉我们，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为当肯定啊。你没看见的事情，你有把握。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历史告诉我们，信就是一考验呐。信里面的考验，第一件的考验是在哪里？在埃甸乐园。
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又创造了好多的果树，在田园里非常的美好，所有的动物都和平相处。上帝说，园内所有的果实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啦，吃了你会死。我在想，这是人类第一次上帝跟人讲说你会死嘛，对不对？理论上来讲，都完全没有历史的经验嘛。亚当相信哦，可是夏娃，蛇就引诱夏娃，真的这样吗？上帝真的跟你这样讲吗？你真的要相信吗？你可能不会有，可是吃下去就会很有智慧啊。所以善恶果就是智慧树，吃下去你会跟上帝一样就有地位耶。我想经常发明几种药啊，现在如果发明一种药吃下去的话，就会跟我们阿秋一样聪明哦。就这人都怕变去背，为什么？哇！现在升学主义啊，头脑聪明多好，赶快买聪明药。你相信吗？美国有一种叫做聪明药。最近有人给我一瓶，我说这瓶要做什么？聪明药。我说哎，我这么老了还要吃聪明药？不是让你老年痴呆症少发作。没关系，我已经老年痴呆症了，失智症啊，这次有聪明药呢。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了，反正就是有聪明药。我家就有一瓶，如果通了你觉得不够聪明的话，告诉我，我下个礼拜带来给你吃。所以我们很希望聪明。所罗门王所求的是什么？智慧嘛。你希望聪明有什么错没有？绝对没有。可是似是而非的观念，上帝跟他讲：“我给你一个测验哦，这是生命树哦，这是善恶树哦，你可以选哦，你可以选择吃生命树，你可以选择吃善恶树哦。”吃善恶树啦。智慧最好，跟上帝一样聪明，你看多好！上帝可以创造天地，搞不好你有智慧以后，可以创造比上帝更大的宇宙。吃了，人类地质考验有没有及格？不及格。耶稣来到世上，有没有经过考验？传道之前经过在山上上次的试验，赢了没有？耶稣赢了。那个试验是非常的残酷，可是耶稣赢了。那我们看到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那是一个很残酷的考验呢，祷告到流血流汗，主啊，上帝啊，父啊，求你把这个杯移走好不好啦？但是愿你的旨意得成。这个杯给我刷好走啊，就艰苦的，因为我是人嘛，我嘛是人的身躯。我如果人的肉体，你要受我红雷梅红安尼拍啊，这艰苦个定是一个那么痛苦的事情。上帝啊，能不能不要？会不会？当然会呀。可是他最后讲一句话哦：愿你的旨意得成，叫上帝你的意思哈。那祈祷不是呢？那祈祷哦，开耳朵起来想讲上帝，你要我安怎？你要我安怎？你要给我1、2、3、4、5、6、7。可是耶稣的祷告是：上帝能不能不要那么苦？但是好啦。还是照您的意思，如果父啊，你要叫我这样做，我就顺从。结果我们就看到十字架，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上帝承受，因为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苦，没有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跟上帝就没办法各合再合。我们跟上帝隔断，我们跟上帝爱隔断，借着耶稣做中保，我们跟上帝互相的连结，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人类考验的历史很多。我们所看到最有名的那个亚伯拉罕，我们说他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一辈子经过10次考验，如果你看圣经，差不多10遍的考验了，10遍。最后一次是什么？圣经写到独子，你记得应该不是独子了，因为第一类好生是以实玛利嘛，以实玛利嘛，以实玛利是谁呢？你可以解释说，现在阿拉伯人嘛，现在回教就是以实玛利嘛。所以现在中东战争如果再讲起来的话，讲起来嘛是引到家内事看2个人打不给谁2个嘞，那个妻子跟妾2个后代在打仗。相对的，亚伯拉罕我们都是信心之父，他经过10次考验，最后一次考验是什么？他99岁，上帝跟他讲说你会生儿子。他的太太79岁，他太太89岁，怎么可能？我这么老了，太太说我们还可以，不要紧张。人家89岁都还生了，你怕什么？你才70几岁而已。
所以上帝跟他讲说，相信不相信？可能吗？真的吗？好主这样，可能不？每个谁几嘞？好不？这个所以不相信，可是，所以因为不相信，所以撒拉将他的下家，他的婢女给亚伯拉罕做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结果呢，没想到撒拉以前叫撒拉嘛，撒拉又怀孕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在他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在那个时代大某生但是真正的所谓的长子啊，咱讲大孙点位囝嘛。像我平常大汉较早结婚啊，阮上任就是区内面那一辈，他是最年长啊，年纪上大的啊。可是我大哥生的儿子还是大囝啊，大孙啊。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伦理观念，以前更注重这种伦理观念，而且认为那是正统。所以我们有时候圣经会讲说，所以上帝没有祝福以实玛利，其实错了哈。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自己去查考，他祝福以实玛利有祝福3次，也会跟他说有大国，所以以实玛利也是12支派呢。以撒12支派，以实玛利也是12支派，所以他们现在2个在争正统。你说那个耶路撒冷有回教的清真寺，也有我们耶路撒冷的哭墙，那到底我们说要建圣殿，他们说建圣殿在耶路撒冷，你觉得建得起来吗？我觉得那个困难重重，因为大家一定吵架嘛，回教跟基督教2个就吵不完，何况加上一个天主教，加上一个犹太教，所以相对的亚伯拉罕，我们说童子，童子啊，那个细汉囡仔咱所有咱现今咱所有为都拢为迄个细汉囡仔，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查考圣经了哈。其实如果你自己查考的话，亚伯拉罕可能已经36岁了哦，因为那个撒拉死亡是127岁，那么他说他死亡之前90岁生，你看37年，死亡之前一年，那个以撒上去献祭，应该是38岁啊。但是我不管几岁。也就是理论上来讲，这是他最爱的独子，要上去做什么？去献祭。刚开始以撒知道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所以他问什么？啊，爸爸，我们要去献祭，怎么没有带牲畜呢？我们要再去羊在哪边？可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等到山上之后，亚伯拉罕背柴人讲家己排茶要休息家己啊，背着柴去烧死自己。他说背着柴走，然后就到那个祭坛，柴铺一铺。亚伯拉罕说：“你就是祭物，要我的话，我就拔腿就跑。如果照圣经说讲36岁，我绝对跑赢你100岁，100多岁了，136岁了，我一定跑赢你，对不对？拔腿就跑，有没有跑？没有呢。”他就很顺服的爬到祭典上面去。好，要我献祭我就献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想想看，你爱不爱你的子女？当然爱呀。然后上帝说，你的子女要为我所用，要当作偌济，献家己的身躯当作偌济，是献给的无下数的。你那属奉是类所当的，你们要当作活祭献给我，而且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你们这样献祭是理所当然的。上帝给别人好不好？我才一个儿子找阿秋了，他已经生了2个孙子了，不要找我好不好？我们当然嘛，这就是人嘛。所以，可是以撒、亚伯拉罕不动声色，那就是你呀。我们所看到的以撒，觉得他的家教多好，他的信仰多好，以撒就默默的爬上去，要做献祭，没有任何挣扎。所以这是一个考验啊，那个新考验有没有过？当然有过嘛。所以上帝说：“不要杀他。”旁边有一只羊。我们看到约瑟有没有考验？有啊。上帝说：“你在你的兄弟之中啊，你会成为最好的
有华丽的衣服，这兄弟就嫉妒，所以我一直觉得嫉妒是最大罪恶，就把他下到坑里，本来要把他害死，看到你要那个商人要到埃及去，就把他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之后，就碰到色诱。我一直不太了解，有人会英俊潇洒到说一定要色诱他吗？我想这里面大概很少吧。人君，你有没有被色诱过？我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你妈妈哈。但相对的，他遇到色诱，他有没有跌倒？没有呢。然后说男追女隔层山嘛，女追男是什么？隔层纱啊。女孩子跟你自己讲说我要跟你在一起，结果人家说哦不要，就被陷害啊。他有没有见过很多的好人？有啊。可是最后连他的兄弟来，照理讲他那个气死，你把我出卖，我全部把你们杀掉。没有啊，他说钱的意思是不好，可是是不是上帝是先安排我在这里呀？上帝意思是好的，你们以前的意思是不好，但是不知道上帝已经在运作，意思是好的。所以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知道有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个礼拜我们开长执会，我们就在讨论说，这个地方我们要装电梯，开始估价。单纯电梯就600万，那如果再装上去修一修，现在不要说我们拉坯啊，不要说我们教会怎么整理，这样算一算可能要1000万，够吗？有没有钱？可是很好玩哦，在长执会里面大家都没有提到说钱会不够，真的是钱现在我们还不知道1000万，如果真的要装电梯的话，1000万从哪里来？我们还不知道，那重要吗？我觉得那个不重要，但是要不要做？一定要做啊！在5年之后啊，有人爬不到4楼搞不好我就爬不上去因为我们当年可能背不起来，对不相对的我们要做，为什么？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试验，圣经里面写可以试验我很少马拉基书里面特别讲说，你可以试验我，你1/10送入我的福，你试验我，我会不会打开天窗倒福气给你？我今天来讲不是说你非1/10奉献不可，很多牧师在讲到说你要1/10奉献啊，否则你会不会哈？现在圣经讲说甘心乐意的，你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你说我没有1/10的话，上帝会不会很生气，会处罚我？上帝不是那种人呐，上帝需要你甘心乐意，他看你的心而已。所以我们缺钱，我说没关系，我们用祷告，但是绝对不强迫，不要没有今天那个。蔡长老讲完之后好像我没有1/10奉献，我是罪大恶极，绝对没有哈！你要甘心乐意，看你的心而已，不要觉得难过，因为奉献都是对上帝。第二个，无条件的相信，什么叫做信？是无条件相信啦。什么叫无条件？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2节告诉我们，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呐。你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什么？我做礼拜啊，这不好意思啊，那个谢长老娘找我来，所以李聪姐说，我如果不去的话，这个谢长老娘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所以我非来不可啊。当然这是一部分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你要来朝见上帝。你要来朝见上帝，上帝就会祝福你。你不要不相信，所以信是什么？信是那个你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你要有把握。上帝会证明给你看，你的信是得到实现。可是你不要好像是一直抱我讲，上帝啊，我现在我相信给你，我奉献给你，那你要给我什么？不要讲代价哈，那个讲代价反而是没效。你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帝也是甘心乐意给你呀。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强迫。没有任何强迫的可言，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希伯来书实际上第7节讲什么？讲挪亚。挪亚造船在哪里？在山上啊，造了一大艘船呐，然后去跟人家讲啊，你赶快来船上，上帝用洪水灭你们。笑起厝这个走船在山上造一艘大船在山上，头脑坏掉，水再怎么淹也淹不到山上啊。可他毫不去上帝叫他造他就造啊！我们还看到一个人那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乡本地，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啊，离开故乡呢。已经好好的故乡，上帝说要离开你的故乡，我会给你更好的地方那他说上帝啊，真的吗？那个地方好不好？没有问呢。无我看来还得行。上帝今日跟你讲啊，
谢长老啊，无我讲款的，你要去美国做宣教师啊，去非洲做宣教师，你无我讲款都要行啊，没有条件嘿。那个信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信呢，这才是更重要的。有一个人叫做底斯麦多马，叫多马。耶稣的12个门徒，耶稣第一次显现在门徒的中间啦，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多马因为那时候不在，所以门徒就跟他讲说，耶稣复活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嘛。多马讲什么？怎么可能？如果没有我亲眼看到耶稣的钉痕手，我没有亲眼看到他肋骨，因为耶稣死前十字架上被那个兵丁用那个枪把他刺嘛，看他有没有死掉啊？没有我亲眼看到，我就不相信。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讲这一句话其实是刺痛我们的心呐。也就是说，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哦，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什么叫做信？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呀。你没有看见，你就相信，你是有福的。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相信上帝的人都是有福的。请跟隔壁讲一讲，你是有福的。要出于心呢，你不要说这个祝福假的，这个真的是有福，那个福气真的是不得了的有福。什么叫相信？有一间教会非常漂亮，很温馨，那个小镇很温馨啊，做礼拜非常的快乐。你看这么美的教会，如果像我们的话也好美。结果突然对面开始那块空地开始在兴建什么？兴建妓女院。哇，教会对面现在妓女，就像我们这里对面要开个妓女院，会有人说这个怎么办？所以牧师说：“来，我们来祷告吧。”好哦，他们就我们每天迫切祷告，让这个妓女院盖不成。每天祷告，第一个礼拜哇，信徒满满的全部去祷告。第二个礼拜少一半，第三个礼拜又少1/3，到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边祷告他一边盖啦，一边祷告又一边盖啦。等祷告3个月剩下两三个人在祷告而已。可是又一边盖，祷告到半年，剩下2个人，一个是牧师，一个是一个5岁的小孩。那个小孩每次都来，在最前面，跪在最前面，有榻榻米嘛，跪最前面。牧师说：“你为什么来？”他说：“我相信上帝会让这个妓女院关门，快盖好了。”会有人说：“这个快盖好了，不要祷告了啦，反正快盖好了。”所以他们就这2个人还是祷告出来，牧师看看，真的快盖好了。问这个小女孩：“你相信吗？”“我相信啊。”牧师说：“我明天还是会来祷告啊。”牧师说：“好了，你要来我就陪你祷告，反正也没有人来了。”他们2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什么？大要像最近我们不是很热，都下大雷雨，有没有？咚咚，砰！一个闪电下去，快盖好的妓女院被火烧光了。牧师跟那个女孩子站在外面，上帝听我们祷告，我也要全部一直赶过来。上帝听我们祷告，很惭愧，因为只有2个人在那边祷告，半年又剩下2个人，这2个人诚心在祷告。那个女孩子相信嘛？可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我只祷告上帝说让这个妓女院盖不成，但是上帝什么时候运作不知道。全部盖好了哦，突然发生大雷雨，把它烧掉，然后烧掉以后，他们当然不会再重盖。然后这个奇迹又让他们信心更加的相信。最后一个信心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爱人呐。在上个礼拜，我们什么叫做永生？有提到好的撒玛利亚人。那提到永生的律啊，是说讲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在信仰告白里面，今天是新的界面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尽心、尽心、尽力、尽力、事尽，爱主你的上帝啊。第二个一样，爱邻舍如同自己啊。今天米迦好像讲，在罗马书所因信称义的信，是我们能够产生对主、对上帝更大的爱心。有信的人就有爱心呢。你说我相信，可是我不要有爱心，因为有爱心要付出钱，所以不要爱心，信就好。你觉得这可能吗？有信的人自然就会有那个爱心，否则的话，那个信就是嘴巴的信，信要从心理上真正的相信。所以人家说我爱上帝，可是旁边的你自己的兄弟姐妹都遭遇灾难，你都不救他，
那个心是假的。可看得到的兄弟姊妹，你都不爱的，你难道说你会爱看不到的上帝吗？所以让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我的无尽师知识很好玩哈。那个我写穆罕默德讲说，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是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这句话一定要背下来哈，做我们的警惕耶。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自认为我自己什么都懂。跟那些我什么都懂的信仰，但是是愚昧无知的。其实这个是美国的爱默生，美国哈佛大学那个法学院的，最后去当一个思想家、一个教授，这是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的。但是如果你去问回教徒，回教徒会跟你讲，那是我们穆罕默德所讲的。所以何先长老，你会看到说穆罕默德有讲这句话，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穆罕默德还没有跟我讲，但相对的是，真的是爱默生所讲。他们讲的这句话让我心里很感动。在上个礼拜我讲罪罚的时候，杜夫托雷夫斯基又讲一句话：崇高而真实的信仰，第二是人内心深处的恐惧。这两个信仰的结合真的是很美。这两个信仰真的很美。我们要看到，在一个小乡镇里面，很穷的一个家庭，一个哥哥5岁，妹妹3岁。妹妹生病了，意思说怎么办？这个病里面就有一种他们看不到的病菌，除非找到曾经生过这个病而且有免疫力的人，就像雪谦一样嘛，有免疫力的人去找不到之后，发现他哥哥以前也得到这个病，痊愈了，所以他们相信他哥哥身上有免疫力。那哥哥5岁，家境也很穷，医生就跟他讲，医院说你们所有的手术费用我负责，但是这个血我们是找不到。哥哥，你愿不愿意将你的血献给你的妹妹，捐给你的妹妹？否则你的妹妹会死。哥哥看一下，我很爱我的妹妹，我愿意。然后就开始施血给他妹妹，开始看着他的妹妹，医生一边施血一边注意检查，突然发现他妹妹的脸开始红润了，有效啦！哎呦，这个输血真的是有效，他的血输他哥哥的血之后有效了，他很高兴，输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跟那个哥哥讲说有效了，有效了，好了，不必输血了。然后之后那种护士跟他在拔针的时候，哥哥的眼睛睁开，问护士：“护士阿姨，妹妹有救了吗？”对对对，因为你输血，妹妹有救了。我什么时候会死？为什么？我的血不是输给妹妹了吗？是不是她活了，那我就会死？那不会啦，输血只是身体比较虚弱，你慢慢身体还会再造血出来。这样不会说，那我再输多一点给她好了，我再输多一点给她好了。他以为他输血他会死，这个就是爱，无条件相信的爱。那种爱是愿意在恐惧中，可是我愿意完全的付出，那个叫真心的爱。最后，我们说信心，我们要拥抱灰心。你有灰心吗？耶稣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人生在世必遇患难，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有苦难，放心啊。”我已经经过这些苦难，就你相信我，所以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很多苦难，都得就这一干后，总是我们相信耶稣，这些苦难耶稣替我们担当，所以我们人生在世，所以我当下，咱咧看到我的心嘛，你像是我做像是在外里面丢给说诗篇42篇，有空麻烦你们把它背下来。我的心切切渴慕你，就像鹿切切渴慕溪水，就是那首歌。可拉的后裔啊，向带到已经离开圣殿到巴比伦的所在，因足想要对迄个圣殿敬拜。人家唱讲啊，你的上帝伫叨落啦？你都看无？讲我足想要去的，我足有出的啦。我想讲以前我伫咧教会敬拜偌好咧，我教会敬拜我还阁有迄个主人。今天讲的香菇很好听非洲那好像非洲古香菇，真的我们做礼拜真的是好美，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做礼拜了。相对的，我们一天到晚做超过很多事情，就诗人跟我讲说：“现在叫你检查我，知我的心，记得我知我的所行，看我伫我的内面有啥歹所行，无朝我伫平安的路。”就是神啊，检查我，看我的内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让我走在义路。
然后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你要认罪悔改呀，认罪悔改啊。经常讲到蔡某某讲说我是重罪人，听了这么多以后，突然我们发觉到说，真的吗？我们人生会遇到这么多的挫折，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可是我又做不到啊！哎呦，灰心呐、还有心灰意冷啊！这个不要去做礼拜的啦，反正我也做不到啦。每次做礼拜都叫我认罪悔改啦，我改不了啦。你说叫我不要抽烟哦，那我比死还难过啦。不要改了啦，讲酒改不好，酒解的不好，酒改不好，所以我们台也很好玩哦。酒改不好是什么意思？酒解酒不好哈，还是要喝酒，不是戒酒，哎，酒非常不好，你要戒酒。相对的，我们经常因为我们有魔鬼的最大武器是过度的自省。什么叫过度自省？好，你不关系的活在那种我的这被告，我做不到，我永远做不到，所以我有罪，我做不到。哎呀，我真的是不好啦！上帝原谅我，真的是不好，我是罪人呐，我不好，然后自暴自弃，干脆我不改了。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认罪悔改是让我们更趋于完美。我们要相信，你认罪悔改，你不要失掉你的信心呐！你失掉信心之后，你就会灰心呐。我们要相信。你的心呐、为什么在里面烦躁？在诗篇的后面，其实他讲一段话，什么？你当仰望上帝啦，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是我的神。只要你在灰心的时候，你还更要仰望上帝。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拥抱灰心。我们要认罪悔改，可是认罪悔改不是把眼光转向自己，挑剔自己。你要认罪悔改，你要认罪悔改，你错了，你这个不对。你看，你手插着这样也不对。听讲你要两眼做好，板凳坐1/3。我们都在指责别人呢，不要那么挑剔好不好？认罪悔改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指责任何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尽量学习上帝，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智慧，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啊，上帝会历练我们的脚步啊，我们就要顺服上帝。上帝会做我们的导师，我们只要不要跟上帝的爱隔绝，不管任何的权势。昨天在湾里教会有杜长老的告别礼拜，杜长老是我们赖清德总统的老师，所以赖清德总统特别南下去参加告别礼拜。我本来想去参加了，因为他实在对我们太好了，而且是我上次到湾里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说啊，这张你来最好，因为赖总统也要来，你坐在他旁边陪他。我也想到从总统当选到现在，我没有跟他过任何联络，连简讯都没有。所以洪主席，我跟他完全不熟哈，我跟总统完全不熟。为什么现在我开始接到很多攻击信？真假我不管，反正很多，现在开始接到很多了。人家问我说，怎么你现在突然攻击信那么多？从赖总统当选总统那么多？我说我跟他根本不熟啦，不要目标都在我身上啊。我还有2年监委啦，不要目标就在我身上，我跟他完全不熟了，我不会去当什么大官了，不会做什么事情啦。你们放心好了，就很奇怪。以后你们会看到，慢慢的现在电视听说电视报纸他们做了很多动作，要出来开始抹黑我。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成功，上次是有成功啦。那建材的副院长抹黑到我现在一火大就不要做了。这次抹黑我不管蔡总统跟我做什么，我就会跟他讲，不要再来一套了。反正我现在安安分分的做我的2年的监委，陪大家，礼拜天可以陪大家讲到，这样就好了，没什么好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当你灰心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请相信，让耶稣牵着你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就觉得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对你有信心，因为我们对你的信，对我们产生爱。你的信心让我听痛，我们拥抱你的爱。上帝先听完，我们在听的中间来讨上帝听。我们在失望的时候，我们在失望，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主耶稣，你的手牵着我们走。我们一辈子仰望着你，我们的一辈子路都在你的掌握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感谢蔡长老伊真好信息甲勉励。咱即时咱三个来回应上帝话，咱来吟圣诗第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请咱来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即是备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请咱游玩徛咧，咱来吟上营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后，请蔡长老为咱祝祷。因为万邦万国万
万事平安，上帝甲恁约恁一群家生，不管恁的心魂体，拢得到最后所过来的时阵无贪嫌。愿你们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安慰，甲恁三个对地，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现在，这是我来报告。下周的圣港的轮值请咱家己来看。今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咱的进度是希伯来书的第9章11到11章第7节。咱迄个圣经，迄个充满我迄个圣经填充吼，咱若有。写好的兄弟，咱会当摕来教会吼。过来，咱后礼拜下晡，咱的夫妇甲妇女团契，咱有主会有安排迄个蝶谷巴特车票卡夹制作吼。有报名的兄弟，咱准备先啦吼。迄个，过来，咱迄个8月初4吼，咱要伫迄个建成国中吼，下晡的1点半伫建成国中要有咧教会全教会运动会吼，身体急转弯趣味运动会吼，咱会当欢迎咱兄弟，咱邀请咱的朋友吼，拢做伙来参加吼，有要参加，咱会当先伫迄个后壁公布呐，也是咱伫会当用线上报名吼。这是我简单就是针对咱迄个念等下迄个小组的时间分迄个简单介绍吼，就是伊希伯来书的第9章。11节到迄个11章的前半段第7节的部分，伊第9章同款是延续第8章对那个他解释耶稣基督对摩西律法吼，那个是有更多的古有的遐摩西律法，还是讲献祭律法，还是圣殿吼，拢是搁较。算是已经是成全这些东西然后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这当然对犹太人来讲是就歹接受啦吼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作者他对这个犹太人非常的了解，所以他的那个论述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有力吼，很有说服力。那第10章的部分一样是在延续第9章，就在讲耶稣基督他的那个身份和他工作的超越性这中间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我自己以前没有分享的时候，那个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吼。他说那个祭司吼，旧约的祭司是他在献祭的时候，他要一整天都站着哦，他要一直献，就是民众来献祭，他就要帮忙献祭要一直站着献哦。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一次献祭，就是有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那个功效是永远的所以他一次献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哦，伊就献了伊就让坐咧吼，伊毋是像古有那种。迄个祭司讲，伊拢规工拢一直徛咧吼，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他第10章的部分，除了论述以外，他还有勉励了哈。他那个讲到说，耶稣是那个你是一个我们
接近上帝的这个又新又活的这个管道。那所以你不需要再回去犹太教去重复那些那些律法啊，什么献祭的一些制度这样子。那第11章那个我们刚好今天早上蔡长老的信息已经讲得非常的充分了，就是有关那个信心的这部分。那我自己也有一个感想啊，是讲到他是信心的典范，他用亚伯来当那个打头阵说就是亚伯。可是我自己看，就是一样是信心的典范这么多那就是可能有的人是他有信心，但是他的在世上的结局并不是非常好。那有的人有信心，但是他的结局是得到荣耀所以在世上的情况，不管在世上的情况如何，其实上帝看的是你的内心是你的信心。那然后我又有这是希伯来书啦就针对希伯来书那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突然想到说，为什么犹太人这么难以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对，这个我一直困扰我很久。那就是上网查他说那个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是应该是不到1%那时候他的资料800万人的犹太人只有5万人相信那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的分享，是说他其实他们那个新约的很多的证据也都显示，他们自己也可能他们心里自己也知道，但是他们基于那种对持守旧约的那种一种骄傲，也不是骄傲，就是说那种信心，他们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旧约，他们这样持守。那如果好像他们误会，好像认为说耶稣来就是要把他们所有的旧约的持守的东西都废除，所以他们会觉得有点恐慌，然后又有点好像很没面子的感觉。那其实应该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耶稣他自己也有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对，那就简单介绍这边。过来咱请献乐队为咱唱祝歌。
安后，愿上帝祝福你。咱会当三个来行平安礼。